再来看今年度的天文大楼哦，今仔是上巴楼透早高雄的基点淹水，水势伫对水沟挂清出来，伫家庭啊水嘛淹到骹肚林哦。伫屏东的东港是对日就开始淹水咯，拢互民众真怨叹。高雄家庭金銮宫头前的家庭一路，车路是变水路，民众家会当几罐的物件拢过去哩，毋过出外也是爱撩水，这个水是淹到大人的骹肚才悬。 好像有改善，但是好像没有改善很多呢。家庭一路挖近传统市场是当地闹热的所在，当年的天文地楼拢会积水淹水，有一寡店头甚至无法度营业。伫另外一带江东街，水嘛淹到大人的骹肚。居民都讲，近摆若地楼的淹水的情形已经20多年，甚至一年比一年严重。啊来因都无人要入来，伫外口看到路用。嘿，你唔知入来小公园，入来看咩啊呢？在进水口那里的水沟吼。大排水沟那里盖那个闸水门，然后再加抽水机。天文地楼互当地积水淹水4天，里长也建议讲，加设防水的水闸，也爱去扣水池。因为你垃圾内底水沟的闸面无效啊，因为大排你无彻底解甲伊的海水要入来所在炸起来，伊走入内底水沟拢相通的啊。 市府回应，因为第四季海水流动来，造成积水淹水。较到淹面所在已经设抽水机、防水水闸等等的设施，完工了后会当减少地楼期间海水倒桥。也若扣水池是已经委托顾问公司来规划甲评估。不过除了家庭，高雄的基地也是受害真严重。啊，我就是听。这届天文地楼水位上悬是伫7月25，基点伫25透早同款因为海水倒桥积水淹水。 水沟也一直咧铺水，屏东东港的东镇里也积水到大人的骹肚，加上抽水机一直运作，要是等水慢慢提起，才会当恢复正常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